我们家里已经不开工了，我们已经不能生活了，我们已经生活不了。这软的你啊！你答应了我，你不要再说。我们家里已经不开工了，我们已经不能生活了，我们已经生活不了。这软的你啊！你答应了我，你不要再说。是你答应我的，你答应我的，你答应我给我们工资的，我是说的。你不要这样录啊！不要这样录。你们不也在录吗？求求你把工资给我们吧！我是来解决这个事情。当时是你答应的，当时是你答应给我们的，当时你不要这样做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样做解决不了问题啊！我们家里的节目该过了，我身体也不好，干明钱也没有，我求求你们把工资给我们吧，我们老百姓不容易啊，家里还有小孩要养，老人也要吃不要这样做请你保持冷静，保持克制，这样做了不对的。是这位领导人答应我给的，这样做不对的。这位领导人答应给的。我不管，我要工资。这个事你们通过我家里的节目开过了，去解决吧，我们解决不了。没有了，你们答应了干的，你像这样怎么解决？没有你们是你们聊了不接的还是怎么回事？你们都没有一个大家说出的人，你答应我的，你答应我给我钱的，你答应了，你们都没有人。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工资，你们给我工资，你们给我还我农民工血汗钱，我不管，你们都没有负责任。你搁这不门口去吧，搁这等门口。钱干定了。你搁这等门口。我现在不走，我不走。他现在人，我也马上应该知道出去，你欠工资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把我们农民的工资给了吧。我们家里已经不开工了，干明钱也没有了。你这个事情你想把我们给我重视一下。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而且也会造成他的后果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把工资给我们吧！我求求你们了，把工资给我们。